后来今仔日有16例本土病例，再加上中部即摆佫真欠水，这个酒精甲打洗手等等的防疫物资讲真手持。讲迄个药房防疫物资的专区，货架已经空一半较低咯，拢互买去咯。业者讲，这2天这个喙暗甲酒精消真大，比顶个月至少加销出着4成。 药局店员无用甲酒精踩伫咧架顶补货，因为本土疫情变严重，互中部出现真侪人来买防疫物资。想说最近可能会比较需要用到口罩，每一波大概稍微觉得有一点状况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再多买一点。 疫情变热到买防疫物资的人变多，来到药局，酒精、打洗手精、货架顶就要封锁了，有的搁挂补货牌啊。业者就讲销量比顶个月增加4成。其实消费者还是有个担心啊，想说有备无患，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都买得到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得到，所以我们现场的货量都足够的，不用担心。来到5金百货，喙暗、酒精、消毒水，同款真手持。 货架顶若特别无货，店员就为库存来补货，搁特别甲喙暗、酒精放伫咧店门口，互人客会当省时间找。大概有增加1-2成的销售。放位置的话，因为要服务客人，让客人方便拿得到、看得到，所以就特意调整一下。听说疫情又开始持续的蔓延，所以我想说赶快来补口罩，不然等一下口罩要被扫光了。 业者讲，酒精、打洗手精拢有够，喙暗库存量无够，民众就安心做防疫，唔免受过烦恼。